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2月2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8篇，以赛亚书49章第13节到23节，马太福音第18章第1节到1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做密誓。人之所以会互相相争，拢是因为伤过看重家己，看家己伤过悬，伤过看会起家己，看人无。或者是讲，人拢总是认为家己是迄种上重要的人物，亲像耶稣的门徒，因嘛是安尼咧想。所以，因会彼此争论，什么人是较大的？是毋是？咱伫今仔日的经文嘛，甲咱讲耶稣的门徒在争论，讲什么人将来伫天国是上伟大的？其实这是足无法度接受、足离谱的作为啦，吼！第一想讲。会当入去天国无是第一个大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天国是什么人的？这又阁是另外一个议题啊，吼！啊，搁讲要去争论讲伫天国内底什么人上伟大？如果每一个人拢有够谦卑，看别人比家己较强，彼此来尊重，也尊重体制。安尼的话呢，这个纷争就无容易出现，敢毋是安尼？保罗在写互罗马教会批信内底，伊安尼讲着，所以兄弟姊妹啊，既然上帝安尼来怜悯咱，我劝恁将家己当作活祭来献互上帝，专心来侍奉伊，得到伊的欢喜。这就是恁应该献上真实的敬拜，毋通互世界来同化，都爱互上帝来甲你改造，更新恁的心思意念，通好来明白什么是伊的旨意，知影什么是良善完全，什么是通欢喜的。凭着上帝互我的恩惠，我要对恁逐位讲，毋通将家己看甲伤悬，颠倒爱谦卑自守。逐个人按照上帝所赏赐的信心来衬托家己。这是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。事实上，人不但是无伟大，咱更较需要上帝的怜悯，也需要上帝的帮赞，需要上帝的保守。就亲像过去以色列人，因为因背离上帝的道路，就受掠，因的生活进入伫迄个困境内底。因为因骄傲自高，就失去着保守。嘛，因为安尼遭受着困苦来低靠，上帝找先知来提醒以色列人，讲上帝未放杀因。以赛亚先知安尼讲：诸天啊，就爱唱歌；大地啊，就爱欢呼。这个山就爱大声来学乐，因为上主要安慰伊的子民，要爱怜悯伊受苦的子民。但是耶路撒冷的人民讲，上帝已经弃杀阮啦，阮的主已经袂记得阮啦。因为安尼，上帝回答：老母敢会袂记得伊食奶的婴仔吗？伊会无疼伊亲生的囝吗？
即使老母袂记家己的囡仔，我嘛袂记即日。耶路撒冷啊，我决断袂记即日。我要将恁的名刻伫手掌内底，要中见你的人得要来啊，要毁灭你的人得要离开啊。举目观看你周围所发生的事，你的同胞已经集合，因要转去故乡啊。我要指我的性命来保证你会掠家己的同胞来感觉阳光，亲像新娘夸耀伊所有的珠宝。人不但爱明白，毋通自高，毋通骄傲，搁较应该爱谦卑来靠主。主必定会保守诚心倚靠伊的人。必定会看顾遐会软弱的，只要人莫伫遐来感觉讲家己真牛，毋通掠做家己真伟大。因为先知以赛亚嘛安尼甲以色列人讲，列国的君王要做你儿女的养父，因的王后要做你囡仔的年母。因要伫你面前跪拜，伫你骹顶悬的恢复。迄个时阵，你就知我是上主，听候我帮助的人绝对袂失望。什么人上伟大？保罗伫咧劝勉哥林多教会的时阵，伊嘛安尼讲着：恁中间有人讲我是保罗的人，有人讲我是阿波罗的人。安尼，恁甲俗世人有啥物无共款？到底阿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阮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，要引带恁归信上帝。阮每一个人拢按照着主所分派的工作去做。我栽种，阿波罗管压，但是互伊成长的却是上帝。栽种的甲管压的，拢算要伫什么？一切伫伊互伊成长的上帝尔尔。栽种的甲管压的无有什么差别。上帝会按照每一个人的工作来报酬。阮是上帝的同工，你是上帝的园，你也是上帝的建筑物。这是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40到第9节。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提问真有意见，所以伊安尼回答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除非恁回头，变成做一个囡仔，无恁决断袂当成做天国的子民。着爱亲像这个囡仔安尼谦卑。伫天国内底，就是上伟大。遐为着我接待安尼囡仔的，就是接待我。爱亲像囡仔安尼，爱接待迄个上细、上互人看袂起的人。安尼人必须爱会当有够谦卑，因为骄傲的人看袂起软弱。微细的人，耶稣基督也提醒门徒，着爱重视遐个互人看袂起的人，而且爱真细致。伊阁甲门徒安尼讲，无论什么人，互使徒信徒中间一个微细看袂到的人来气杀我，不如用大底墨迹。绑伫伊的阿妈棍顶悬，将伊淹死伫深海。这个世界竟然有互人离开我的事，这偌尼啊悲惨啊！安尼的事实在得发生，但是遐个做成即种人的即种事的人，特别害啊！耶稣搁一摆
来强调，毋通去看轻任何一个互人看无诶人，因为安尼才是一个忠心诶仆人。安尼诶人无会去争论什么人是最伟大诶，因为对伫上帝诶眼光来看，迄个上伟大诶人，就是愿意甲互人看不起诶人同在同行。因为上帝就是安尼置伊遐个至微细，互人看不起诶人。圣经讲，上款恁诶天父无愿意任何一个至微细诶人来迷失，所以诚做上帝诶仆人，咱也着爱追求甲上帝有共款诶特质才是。诗篇148篇，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你着对天顶称赞上主。伫悬诶所在学乐伊，伊会正使者，恁着称赞伊；伊会正天使，恁着学乐伊；日甲月啊，恁着称赞伊；发光诶星神啊，恁拢着学乐伊；天顶诶天甲天顶面诶水啊，恁着学乐伊。这个拢着称赞上主诶名，因为伊一个命令，一切就做成。伊将这个安置好势，永远袂变迁；伊定规例，永远袂废无。恁着对地上称赞上主，大鱼甲所有深海诶，死若甲冰雹，雪甲云雾，听伊诶话会大风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所有诶大山甲小山，果子树甲百行树，所有诶野兽甲精生，虫豸甲飞鸟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地上所有诶君王甲人民，贵族甲统治者，少年人甲在色女，老人甲婴仔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恁遮个拢着称赞上主诶名，因为只有伊诶名受尊崇，伊诶阳光盘过天甲地。伊互伊诶子民强盛，互伊圣诶子民拢称赞伊，就是遐个亲君主诶以色列子民。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。感谢阿乐上帝诶怜悯，虽然阮是至微细，但是主犹原看重阮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明白并且谦卑来服侍主，疼人，特别是对待遐个互阮也是人认为看不起诶人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诶圣名，阿门。